后来今年的国庆宴会要伫南投市的马路溪来举办，馆长柯淑华讲，这个国庆宴会带动人潮，有机会突破到100万的参观人次，为南投的观光注入活力。今年114年的国庆宴会头一届伫咧南投县登场，馆长柯淑华嘛正式宣布伫咧南投市马路溪来举办。透过跟我们茶博的各种不同的接驳系统，把它整合起来。国庆宴会嘛拄好拄到南投世界第一博览会，议员嘛望县府会当整合观光资源，带动发展。我们的中心新村的腹地呢还是很少，所以对于交通上或者停车提早来做一个规划。大家的时间如果安排的可以的话，到我们仁爱乡来走走，享受一下我们部落的一些风光。馆长表示，县府已经启动各项周边的工作，嘛会请观光处规划旅游的动线。在民间还有包括在中心以及草屯地区的周边的这个相关的道路呢，作为停车场的用途。馆长嘛指出，今年国庆甲中秋地配人潮有机会超过100万人次，提升南投的观光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